珠海喎，萬科嘅上下跌1萬蚊一平方，實用有600幾平啦。嗰度海邊情侶路啊，嗱呢一套兩邊都係下跌，嗱呢個係01，呢個都係01，兩個咧都係下跌。睇下個花園幾靚，嗱方方正正，地下有300幾平啦，有兩邊嘅採光井。呢度係1樓嘅入門，嗱先睇入邊啦，後邊就有個花園嘅。入門口呢度咧可以整個鞋櫃啦，客廳。佢建築呢一層有190幾平方，產權大概500零個方，呢個地下室有300幾平啦，都係計入面積嘅。廚房、工位，然後樓梯落去咧，地下室呢度就客廳啊嘛，出邊就花園。先睇完房再去花園啦。佢話大概700萬啊，幫你裝修。你買落嚟咧，1樓會幫你裝修，地下室就唔幫你裝嘅。呢度屬於有2個套房喺呢度，2個套房都係另外一個採光嚟嘅。成個一層咧就整3間房，地下室有隔層嘅，可以整房嘅，喺你自己利用。呢個就主人大房，有衣帽間。主人大房呢度做衣帽間、睡房，然後可以行出嚟到露台，好大個位置嘅下跌啊！有超大嘅地下花園嗱，然後呢一嚿都係屬於你嘅花園。哇，對面咧就係獨棟噶啦，獨棟嘅花園都唔會好大咯。萬科紅樹東岸嘅別墅，呢邊係獨棟，靠海嘅連排，呢邊就上中下跌，中跌有人住啦嗱，裝修咗呢嚿係地下花園啦，可以畫泳池係得嗱，折翻單價1萬零蚊一方。但係花園嘅2層複式，可以做到2層半，因為隔層可以做多個小半層。我哋而家落去地下睇下，呢度咧就係地下室啦。地下室有300平使用，呢個採光井同個獨棟一樣嘅，有好大嘅地下花園啊！嗱，感受下，我哋而家入嚟望下呢度，佢呢一邊咧就有6米嘅挑空。你可以喺室內做個游泳池都得啊，當然游泳池就唔係好大，你要延伸出去滑到嗰度咯，因為地下都埋咗管有排水嘅，6米幾嘅挑空，可以完全做隔層喺地下呢度。佢呢一種咧係屬於上下嘅複式大地下花園嘅。呢個地下空間感受下幾大，成個地下室300平方。呢邊咧就有挑空，呢邊就4米幾，入邊咧就喺4米度啊！嗱，呢度咧就係停車位啦，可以停2部車、3部車，因為佢劃咗車位出嚟俾你嘅。地下室就唔算話好大，實用喺600幾平方，之後單價喺1萬蚊左右。萬科紅樹東岸上下複式叫下跌，有中跌有上跌。OK 嘅各位老細，可嚟現場睇下啦。地下花園啊，幾時正？